科學園係經過20年嘅發展，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以人為本嘅綜合嘅園區。河套香港園區，我哋有咩優勢呢？其實幾方面。第一，我哋係作為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嘅一個平台，亦都係一個國家級嘅平台。咁我哋有幾樣嘢係特別好嘅。第一就係話我哋個地理位置係喺深圳最近深圳境啦。對於深港合作嚟講係最方便啦。第二，我哋將會有國家嘅跨境政策支持，先行先試喺到啲園區裏邊啦。呢啲政策咧，將會令到我哋嘅園區嘅公司或者持份者會開創咗好多新嘅科研嘅機會同埋商機同埋發展嘅空間嘅。河套香港園區有87.7公頃啦嘅地方啦，咁而呢啲地方已經基本上係有 ready 㗎啦。公司入嚟發展嘅時候，亦都會相對快同埋